南市政府劳工局甲土水工会准备爱心物资送到进前，捌去帮因修补过厝的20个家庭，提前祝因中秋节快乐。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家庭，台南市土水职业工会集合社会爱心，准备红包、月饼、甲电风以及一寡民生需要用品，拜访14行政区发送物资。都是这块哦，你要大家有一个共识啊，会当永续发展下去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透早就到现场去支持这个活动，来效法，共同来取暖。 让社会觉得有温暖，大众有关心。头一号去到贵人区，伫109年后旧压电电到这个姓肖的职业灾害劳工的厝内，土水志工进前协助伊将这个浴缸拆掉，改做无障碍空间，互伊所使用轮椅会使顺利的出入。今日到厝内去甲祝福，互伊感受社会温暖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